同款是要买物件的问题啊！来看高雄这台游览车，哪会停伫个水果大头前呢？敢讲高雄即马遮尔先进啊，买一个水果拢有得来速哦？啊，毋是啦，这台游览车人客满载，确实是要来买水果，但是车回转蛇头的时阵啊，蛇袂过去，车顶煞去弄着塑胶瓶啊，所以司机啊就无搁开啊，停车来看，后壁的人啊，将这过程翕起来啊，就亲像水果大得来速的画面啊。 加值店内底人潮是真多，不过来看边遐接送的游览车就安尼车门开开，直接停在路中央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游览车停出来，甲路口挡住，甲路边搁插3条斑马线，这款压迫的行为，互看到的民众拢看甲硬气。有稍微有听到声音，有嘣一声而已。就一般迄个砰砰撞的声音安尼啊。 原来游览车不是为了方便买物件来违停，是发生车祸。他这个是订水果街旁，每天大家都有辆车不同的来拿。他停的时候、转的时候没有转好一个哦，自转的啦。昨暗时5点多，当时驾驶载归车的观光客为高雄的林心二路倒越到加值店，原本只是要落车来领货，想不到敢若无注意到头前车的状况，正边的车头竟然就弄到店家掠后边。大客车肇事后上人行驶不尽速将位置标会移至路边，致妨碍交通，可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62条，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。虽然是因为意外事故才会违停伫咧路中央，不过阻碍交通的行为，原来是要甲开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